冇理由叫華啲就唔坐呢個電單車嘅。去到曼谷梗係要試下啦。Yo， 大家去旅行嘅時候，一出機場會搭咩車啊？今年年頭有機會飛去澳洲 Sydney 同 Melbourne， 發覺出機場之後咧都幾方便啊，因為好快咧就上到車去到其他地方。一攞行李之後，用 Apps 嗌車，你去機場出邊一個指定嘅區域 show 俾職員睇你手機顯示嘅 number， 職員就安排你去指定嘅位置上車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陌生嘅地方咧，要搭車都相對嚟講咧比較容易噶。嗱，前一陣子咧去咗 Bangkok 啊，泰國嘅曼谷咧出名塞車。咁啱我自己一個人去就可以咧，好方便咁嗌 Grab 嘅電單車啦。已經廿幾年咧冇嚟曼谷啦，30零度係好熱㗎嚇。為咗安全咧，我就搭 Grab A 區 B 區。見到咧成紮遊客啊、本地人啊都喺度等上車。諗起華啲啊，劉德華我又諗起鄭伊健喎，但係最尾咧都係乖乖地坐喺後面算啦。嗱，呢幾日咧喺 Bangkok 咧都識咗唔少老友噶，個個咧都搭晒膊頭咁啊，係我搭佢膊頭先啱。嗱，搭 Grab Bike 咧每一程咧比起搭私家車咧快起碼3-4倍，亦都係平3-4倍左右。最緊要係咩啊？起碼咧喺泰國 Bangkok 咧就唔會咧車到你去泰緬嘅邊境先啊嘛。我發覺我真係愛上咗坐電單車。今日咧睇睇喺 Grab 咧用咗咩車。如果中意我條短片，不妨 like、comment、share 下啦。